假如这个是你一个柱子啊，请问怎么样才能把这块板撑起来？那这太简单了，多加几个柱子不就完了？这么一撑多坚固，想要几层就几层。可这样你需要好多的柱子，每一层都是。那你想咋办？不如这样，小的我都不要，只要一个大的。这啥姿势？跟提着购物袋似的。对，但这次我不让他提袋子，我想让他把这些楼层提在身上。你看哈，上面挂在他胳膊上，内侧固定在他身上，然后外侧被提起来，是不是没什么柱子了？而且你看下面留出一大部分空的地方，可以走人，布置成公园啊，甚至花园这样的地方。但只有这样的楼吗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其实你每次上班路上可能就见过，只是你快迟到了，所以没注意而已。